后来去伫个南韩的艺界咧发展的台湾查囡仔周子瑜，伫个台湾的徛家就贼头。这个贼头是因兜请来摒扫的清洁人员，每礼拜来摒一届。伊陆续甲周子瑜签名的相片、甲 CD 专辑等等的物品，偷摕到网络拍卖平台去卖。这个计数上悬的卖到1万块，大做这种无本的生意。一直到最近，厝内底的人发现讲，这物件一直无去。这个查原来是阴贼入体咯。南韩人气团体 TWICE 内底台湾成员周子瑜的周边商品真热门，不过嘛引起不少人士来销售。网络平台咧卖周子瑜签名的相片，佮有 CD 专辑等等的商品，价小无俗，自3000块到上万拢有。不过这物件全部拢是偷来的。高雄市刑警大队抓到这位伫网络顶卖商品的人，伊就是周子瑜厝内人伫厝边的介绍，已经有年外的清洁员。竟然自去年11月开始，趁每礼拜摒扫一摆的机会，入去周子瑜厝内人伫台南永康的厝，顺续摕走这的周边商品，摕到网络顶做无本的生意。签名 CD， 它一套它是卖3000块，然后再来这个写真书比较大本的这一套。他们标价是1万元。周子瑜这周边商品原本拢是厝内人要摕来做公关，一直到最近厝内人整理物件的时阵，才发现真侪拢无去，遂来报警。都在这些网站上，要他上去看一下，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就是他们家的东西，然后来报案。查证之后，那确定是这位清洁人员所 PO 的。每过年啊，居家清洁的需求嘛增加，不过无想到开钱请人摒扫，还要加注意厝内财物的状况，偏偏因贼个完全唔知。